曾經在雲林縣西麗分局服務的警員周孝宏受到長官的鼓勵啊，去年去考到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研究所，同一個時間伊閣不斷精進啊，今年閣錄取了警察特考3等刑事人員，這2擺考試攏有特別到西麗復興宮行員祈福，所以今日啊特別來感謝太平馬甲文昌帝君的保庇，轉來到復興宮來參拜，這個廟方啊，佮伊分獎金來甲獎勵啦。伊講以後會做一個模範，來繼續維持社會安全。用感恩的心來到西麗復興宮拜拜祈福，捌佇西麗分局服務的周孝宏，除了去年考到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研究所，今年更啊錄取警察特考3等刑事人員，這天特別到復興宮行願。1個月回來一次，那只要有回來西螺的時候，我一定會來就復興宮來參拜那個太平馬跟文昌帝君。復興宮特別頒發獎勵金，鼓勵伊哪上班哪進修，同時期待伊未來發揮專長，盡心盡力服務鄉親。我們很高興看到他借由信仰的力量，然後來化成他自己的努力跟堅持。復興宮太平馬祖有豐富歷史，近年來保庇各地信徒。周孝宏第一家馬祖祈求後，得到心靈上的寄託，會佇準備考試的過程中較袂緊張。